2023年秀林乡一枝独秀公益竞赛于112年9月9日在太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举办，报名人数28人，分别为桌上型支部国小组、桌上型支部国高中组及传统工资社会组，最高奖金达1万元整。总奖金高达7万元整。今年特别增加传统工资社会组，除了切磋编织工艺技术外，也提供互相观摩、交流技艺。公所每年还是会不断的去做一些推广的课程，希望你们能够不断的继续的加油这样子。在这里就最后代表我们的乡长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那回去的路上平平安安。经过1日的竞赛，成绩出炉，桌上型支部国小组。第1名和平村林允清，第2名嘉明村吕明玲，第3名嘉明村梁新雷。桌上型支部国高中组，第1名和平村许彤，第2名和平村尤杰林，第3名水源村汤金如。传统工资社会组，第1名同门村沈启荣，第2名花莲市刘伟，第3名水源村杨丽娟。这次办理支部比赛，同时也是验证公所多年来培训部落技艺支部人才的成果。借着参赛者所织出的织纹，呈现出部落的美学时尚，将珍贵的编织工艺延续下去。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。